那就掉下去了，拿出来，好了。哦呀！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台湾的快乐世界捐赠我们的蜡笔。那小朋友有非常棒的创作，因为之前学校在经济上比较困难，所以孩子都没有办法画画。那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台湾的姐姐，把快乐世界的爱心带来这边。那我们小朋友画了很多很可爱的图画，要献给快乐世界，也非常的感恩。所以我们现在说谢谢啦。